即摆有真侪人拢会食保健食品，或者是食红肉来补铁补血。但是国健署委托这个学界调查的结果，讲这个中高龄的女性以及19岁到75岁以上的男性，体质的摄取量拢上侪咯。医师甲营养师提出警告，讲血液当中的氬铁2倍，若伤悬，颠倒会损害细胞的 DNA， 甚至有致癌的危机。所以要呼吁乡亲，唔通家己补铁补过头咯。牛排增加咧，别别叫彭讲，这红肉是真好蛋白质的来源，有丰富的体质，要补铁补血，也阁有人买保健食品咧食，但是补铁补过头，恐惊致癌的风险会增加。国健署委托学界调查中高龄女性45到75岁以上。19岁到75岁以上的男性，这体质的摄取量大部拢超标，169%到133%之间，并且无到5%。的造血功能呢，我们的营养代谢事实上需要铁，但是1到2任你过高，它事实上也会伤害自己。储铁蛋白过高时，它会把铁释放出来，变为游离铁，一些化学反应反而会形成自由基，就回过头来破坏自己的细胞。那这个铁是会堆积在肝脏，那这样就会造成发炎晚年，在诱导癌症的发生，是有加速跟加强的效果。医师提起，这铁摄取过侪，身体可能无任何症状，只会当用抽血检查才会知影，所以定期健康检查真重要。女性有生理期排出无必要的铁，建议男性上好是定期管血，安尼才会当减少感情发生。